公主新娘，多少女子的美丽向往。帮新人化妆、做造型的新娘秘书，这几年正夯。这个行业，自己好像是自己的孩子，你创出来的东西，你是希望它能够广泛的。上课地点在妇女新知协会，辅导就业，只收市价1/10不到的学费。学员们受训3个月，颇有模有样。当年单亲创业的林露，以同理心为学生设想。教这种班，我自己也可以成长，吸收蛮多的。还有看到他们出去，能够创业，能够增加收入，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欣慰。但10几年前登门拜师的学生，学成未必有工作机会。林露因此开创了新娘秘书的趋势，技能在手上，一纸化妆箱就能走天涯。可是真的很辛苦，因为这是一个习俗的革命。透过巧手圆满新人的梦想，传递幸福。这一件美美的衣服，不能带给你幸福，真正的幸福要你用心去经营。那每一对新人，我都会跟他们讲，也祝福他们，希望今天这么美美，在他们的人生的道路上，就是心灵上，或者是他的座位上，就要像这一套衣服一样。除了白纱之外，其实红色是最受欢迎的了，对不对？人家以红色黑，因为红色黑代表喜气。哦，我说你喜欢红色了，说因为红色代表喜气，这是大埔腔。之前我们说 "Invi Toy Bell 嘿嘿"，因为代表喜气。这个教室很像个梦工厂，大家穿着婚纱，很有童话般的浪漫。林露老师更在意的是实质上，帮助失婚或者是低收入的女性开拓技能，重新找到职场上的立足点。唔介意红色黑，因为 Toy Bell 嘿嘿。唔介意红色黑，因为 Toy Bell 嘿嘿。